彼时，耶稣对加利利到约旦就近约翰，要对伊受洗礼。若是约翰阻止伊讲：“我合该对你受洗礼，你反转就近我吗？”耶稣应伊讲：“当请问我，因为咱合宜着安尼来尽隆重的义。”就问伊，耶稣已经受洗礼，连笔对水就来，天忽然为着伊开。伊就看见上帝的神亲像影降临伫伊的顶面，佮对天有声讲：“这个是我疼的囝，我所欢喜的。”请陈牧师讲道，特别是听隆重的义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2013年的圣诞节，伫基督教教界上夯的话题，毋是讲今年咱的教会要安怎布置。布置是咱今年的圣诞节要安怎庆祝？大家拢注意一个基督教的新闻，就是祈祷落宣召。就是有一个牧师讲，伊伫祈祷的时，上帝会对天顶落宣召互伊，并且毋拿一粒。所以就有人开始会讨论，是真的也是假的咧？为什么我祈祷连一个停车位也无？嘛有人会问讲，上帝哪会允准即种代志？但是，有真侪人去到迄间教会，因为大家拢仰望要得到宣召。其实毋拿宣召，教会界嘛真容易因为一寡原因，有的人就离开原本的教会，走去另外一间较出名的教会。我有听过有教会宣告讲，伫伊的教会内面无人会得到癌症。哇，得癌症的几率遐尔啊悬！我无要得到癌症，紧去迄间教会吧。有可能迄间教会上帝较会保庇人袂得到癌症。但是若搁较深入去想，就知影为什么伊敢安尼宣告？因为得到癌症的人毋敢去嘛。然后若发现家己得到癌症的人嘛毋敢留落来嘛。因为可能是我无够敬虔，我无互上帝祝福，所以紧离开，较袂互人讲话。咱可能会感觉真意外。哪有人会因为安尼伫换教会？但是真正有人会受到这种大牌的报道家，也是成功神学的影响。迄个报道家会晓医病呢，紧来去。迄个牧师讲了，互我听甲足爽快。但是耶稣来，敢拢是讲一寡互人听了足爽快的话？我想法利赛人一定袂安尼认同。因为耶稣定定责备因的家好，福音嘛，敢嘛敢若互咱有一寡外在的好处吗？咱看圣经，伫新约内面，耶稣定定行神业、医病赶鬼，但是耶稣嘛拒绝行神业，伊认为无必要靠行神业来彰显伊的快乐，因为福音毋是世间人所认定的迄个好处。福音要互咱知影的是，只有耶稣才是上宝贵的。咱毋若接受伊，并且嘛爱亲像马太福音13章44节所讲的，天国亲像宝贝藏伫园里，人拄着就藏捌伊，因为欢喜才去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迄区园。天国是甚物所在？天国就是有耶稣甲咱同在的所在。所以咱爱无少代价来得到，因为世间无其他物件会当甲耶稣相比。当咱得到福音，咱就珍惜，并且因为有耶稣的同在，来感觉心满意足。所以耶稣才是咱福音的中心甲本质。所以福音毋是要顺咱的耳孔，信仰嘛毋是为着要表演，也毋是要高举某一个人的才调。福音甲神业拢是要互咱搁较倚近真理，因为真理会互咱看出咱家己的无愧力，会当看出咱的罪，然后带咱进到上帝面前，祈求上帝恩典，互咱无搁靠家己转来倚靠上帝。所以咱毋通互家己目睭所看的遮技术，耳孔所听的遮好听话所去引，因为连异教。因嘛伫行销因会行的遮技术，真侪世间的学问嘛会激励人的心。
这物件有可能咱听起来感觉真神奇、真特别，毋过因无法度改变人，只有耶稣带来真理，才会当改变咱的生命，才会当互咱成做新创造的人。所以虽然无受到欢迎，但是也有人真侪人坚持在传扬真理，毋是传一寡人爱听的话。亲像马太福音第3章今仔日咱的经文出现的即个人物，惊洗礼约翰就是安尼。咱看无论伊的行为、伊的外在，也是伊的讲话，一看就知影伊一点仔拢无符合迄种大牌神学家的迄种形象。伊身躯穿的是啥？毋是名牌西装，伊边仔无人替伊伫遐赶骹网。伊穿的是骆驼毛的即个衫，腰下披带。伊食的嘛毋是山珍海味，是草莓甲山野的蜜。所以即个看起来就啥？就知影讲啊，迄个人就是生活伫野外的一个野人，一个粗鲁人。第二，惊洗礼约翰嘛无法度成做人拥护的一个报道家的原因是啥？就是伊讲的话实在毋是真好听的话。亲像伊伫旷野甲大家讲，恁着反悔，因为天国近啦。兄弟姊妹，咱去传福音的时，敢毋敢安尼讲？毋敢嘛。咱将福音传单摕互迄个人的时，嘛是细声仔写讲：哎哟，耶稣听你，上帝祝福你。另外，这个法利赛人也是撒都该人，有可能因为约翰的影响力，嘛有可能是为着要互民众看见因也有在反悔。所以因嘛紧来领受约翰的洗礼的时，约翰骂因讲：毒蛇的泪啊，一水只是恁将来的受气啊！哇，今仔日的教会，若有人要来洗礼，就已经咱就足欢喜啊！有可能咱嘛知影讲，即个人伊洗礼的目的，伊要加入教会，有伊特别的动机甲伊的目的。但是咱敢敢安尼讲伊咧？安尼伊若无要洗礼，离开是要安怎咧？圣经伫遮无特别描写讲，这法利赛人也是撒都该人听即个约翰的话了后，是气噗噗离开，也是犹原真无甘愿留伫遐来领受约翰的洗礼。但是这互咱看出，上帝的义毋是要互人感觉爽快的。伫提摩太后书3章16节、17节有讲：既然互上帝默示的经，要有利益伫教师、伫督职，互人归正，引带人学义理。互服侍上帝的人练达，便便来行朗总的好事。咱看圣经的功能是啥？教师、督职，互人归正，引带人学义理。这敢毋是人爱的？毋是嘛？这拢咧违背咱的人性，因为人的心无爱就近善良，人拢贪恋迄个犯罪所带来的快乐，人哪有可能仰望意爱受到教训、受到督责咧？但是当咱接受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光就亲像一道，上帝的道就亲像一道光，插入黑暗，互原本秘伫黑暗中的通脱，一看到光就走到无底边，互侪年无处理的垃圾，全部拢显明出来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的道也要处理咱内心的黑暗。人上大的问题就是咱毋愿意承认家己的罪，甚至设法一再暗藏家己的罪。但是当约翰出来宣传这个悔改的信息，犹太人听见，感觉约翰就是伫讲伊家己，是讲我，毋是讲别人，所以因拢来到这个惊洗礼约翰的面前，承认家己的罪，请约翰用当时犹太人在用浸伫约旦河安尼仪式来互因得到洗清。哇！所以真侪人来找惊洗礼约翰，但是这毋是伊有偌有吸引力，因为头拄也讲过，伊的外形一点仔拢无好看，嘛毋是伊真敖讲话，伊头拄嘛讲过，伊拢在讲人有罪，骂遐心思无正的人是毒蛇。有气力的是啥？有气力的是上帝的话，因为上帝的道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上面的钱较赖。凡若魂甲神、骨节甲骨髓，无毋插入，破开心内这念头甲主意，也无毋监察，
佮所创造的伫伊面前，无一项空捌，就是万面要掀开流出，伫审判咱的目前。兄弟姊妹，上帝都是有气力的，上帝话是有气力的。所以今仔日的教会袂当干那传圣诞节迄个快乐的气氛，今仔日的传道者袂当干那讲一寡鼓舞人心的话。咱爱转来福音的本质，就是耶稣基督是为着咱的罪才来的。但是罪是毋是靠洗礼就会当得到清气咧？毋是。所以约翰伊的话的重点，毋是讲恁紧来哦，拢来我遮领受洗礼哦。伊毋是安尼讲，伊是讲，所以恁着结迄号合伫反悔的果子。果子是啥？一丛树得到好的照顾，然后伊生出一个健康的果子。所以这表示内心真正的悔改，比领受洗礼搁较重要。因为洗礼是一个仪式。但是反悔、认罪悔改，是咱内心离开罪，然后伫外在，咱无搁过互上帝生气的生活。所以伫遮嘛是伫提醒咱遮已经洗礼的人，咱袂当认为讲我已经洗礼啊，我万事妥当啊，我毋免来教会，我毋免看圣经，我毋免服侍，我毋免奉献，反正我已经摕到入天堂的门票啊。约翰讲安尼的人是安怎？当斧头已经下伫树头，既若树无果结好果子的，就错伊迄落火。仪式无法度保证咱是毋是得救，因为上帝知影咱的内心，所以咱洗礼了后嘛爱时刻认罪，因为咱人不时在犯罪。但是咱相信，当咱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承认咱的罪，耶稣会搁一摆帮助咱。离开罪的捆绑甲拖磨，毋过安尼是毋是讲咱就无需要即个洗礼的仪式啊？绝对毋是，因为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咱看见连耶稣嘛来受即个约翰的洗礼。耶稣敢有需要洗礼？拄仔有讲过，洗礼是咱认罪悔改的一个仪式。但是耶稣是上帝来到世间，伊无犯罪。伊根本无需要洗礼这个仪式，但是耶稣来找约翰，就是表明上帝为着要体验咱的软弱，伊成做一个完全的人，透过一个妇女的生产来到这个世间，并且因为伊成做一个降生伫犹太人中间的人，所以伊嘛愿意将犹太人看做清气的记号，伫伊家己的身躯来显明出来，来成做所有的人的模范。看，连我也来受洗礼。所以虽然行洗的约翰非常清楚，耶稣就是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，是伊应该去受耶稣的洗礼，伊哪有资格去替耶稣洗礼？但是耶稣讲，请答应我，因为咱着合宜来行安尼，来尽隆重的义。所以耶稣就伫约旦河来领受对约翰来的。安尼一个洗礼，讲到洗礼，伫即种真反对形式主义的时代，真侪人会讲：我内心相信就好啊，为什么我爱有外在仪式咧？但是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，连毋免认罪悔改耶稣，拢亲自示范安怎去领受洗礼。安尼有甚物人，有甚物理由会当无免领受洗礼？另外，伫耶稣上天前，伊嘛命令咱，伫马太福音28章19节有讲，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所以洗礼是主的命令，并且洗礼嘛毋是讲哦，我爱完全袂犯罪，我才会当来领受洗礼。因为当咱接受水的洗礼，就是表明我承认我家己是一个罪人，但是旧的我已经甲耶稣同等的是一个死，新的我甲国外耶稣做伙国外，并且这个国外毋是我生活方式的改变，连咱伫面对死亡这种人生的重点的这种问题时，咱嘛会当有永活的把握。
咱嘛会相信讲，我会甲当信已经过身的亲人，做伙享受伫基督内面永远的活命。所以洗礼是一种决志，我愿意过一种互耶稣伫我内面引出来的生活。过去我靠家己，但是洗礼了后，我请耶稣坐伫我内心的宝座。最后，洗礼嘛毋是咱个人性命得救的记号尔，伊嘛有群体的意义。因为洗礼，咱受调来成做一个信仰的大家庭。伫教会内面，咱互相帮衬、带导、互相鼓励，学习用上帝的道来面对这个充满问题的世界，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咱四周围的人。但是，另外一个咱需要接受洗礼的原因，就是有时咱遮已经成做真久的基督徒，咱嘛会软弱。咱会感觉讲，上帝啊，我若无亲像第一代的信徒有迄种内心的迄种火热的。有时咱嘛会怀疑讲，上帝你敢有接纳我？你敢有听我？你敢有真正赦免我咧？但是，咱若伫咱怀疑软弱的时，回想家己当初领受洗礼迄天的感动，也是当咱坐伫教会见证兄弟姊妹因接受洗礼的迄个时刻。这拢伫提醒咱，上帝已经接纳我，上帝甲我立约，所以伊绝对袂放杀我。就亲像加利文讲，咱毋通想讲洗礼只有对过去的罪有效，直到咱洗礼了后所犯的罪，爱用其他的方法来得到赦免。好亲像咱看即个洗礼已经失去迄个功效共款。无论安怎，咱一旦洗礼，咱一生的罪过拢着洗清，所以咱若跋倒，就应该想起咱的洗礼，用这来成做咱心中的武器，互咱会当知影讲，咱的罪已经得到赦免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中间已经无多一群的朋友，咱会当来考虑洗礼的代志。咱中间信主真久，还未洗礼兄弟姊妹。嘛，请恁认真来思考。当然，洗礼是一个真慎重的决定，但是嘛，毋通过头的慎重，致到无必要的一再的牵连。另外，耶稣所讲的义，毋是洗礼这个仪式的本身。耶稣毋是讲，哎呀，恁爱洗礼才会当加入教会。伊请约翰替伊洗礼，就是表明伊愿意亲像人。愿意甲人徛做伙，甚至愿意甲咱做伙经历苦难。所以，这个义表示上帝原本无需要安尼做，因为人犯罪，照道理就是爱受处罚。上帝会当降火来消灭人，上帝会当淹大水来毁灭一切，重新创造。但是，伊竟然无照咱人的培育来款待人，伊用人承担袂起的一个方式。就是伊来到世间，为咱定是一个用伊的血来洗净咱的罪。所以，咱马太福音第1章读到今仔日的第3章，咱会当看见，对耶稣的出世到耶稣领受洗礼，互咱有一种甲其他福音册完全无共款的一种的印象。马太福音内面的圣诞节，毋是充满天使天军赞美的歌声。是最失去后生的父母伫遐哀伤的啼哭声。马太福音所记载耶稣的洗礼，毋是天使伫遐喷扫甲讲恭喜哦，是上帝的声对天顶降落来讲，即个是我疼的囝，我所欢喜的。但是我愿意为着恁遮的人，将伊等伫恁的中间，受恁的凌辱，甚至互伊钉死伫十字架顶。上帝伫遮表明，伫黑暗的所在。伊永远甲咱同在，伊是以马内利。圣经描写当耶稣对水立起来，天拍开，上帝神亲像钱仔降落伫耶稣的身上。天拍开，表示上帝甲人同在，甲人合一。亲像伫旧约创世纪28章，当雅各伫伯特利的时，伊望见一个对楼梯对天顶通到地面，上帝照着雅各即个梦，甲雅各讲：我伫遮，你毋免惊，我甲你同在。
伫使徒行传第7章，第一个顺道的人司提反，伊互石头拍到你要死的时，伊举目看天讲：看，我看见天开，人子徛伫上帝大面。天拍开，司提反经历着上帝甲伊同在，所以伊无惊吓，甚至替遮拍死伊的人伫遐来祈祷。耶稣在世嘛，拢总有2摆天拍开的记载。第一摆就是耶稣的洗礼，第二摆是耶稣伫要受难进前，伊带彼得、雅各甲雅各的小弟约翰去到天顶，去到山顶，然后耶稣伫遐改变伊的形象，规身躯光，佮伫遐甲古代或者的摩西、以利亚伫遐讲话。彼时有声音对天顶出现讲：即个是我所听的囝，我所欢喜的，恁着听伊。所以咱看见上帝这2届的讲话，互耶稣准备要去传福音进前，互耶稣准备要受难进前的迄种关键时刻，拢互伊得到勇气，互伊会当去面对即个充满困难的未来。兄弟姊妹，以马内利的上帝尽日人的苦难，但是除了互咱平安以外，阁有互咱有啥物款的启示呢？伫2005年，有一个影片震撼全世界。这日本人叫做后藤健二，伊伫2005年2月初1，互 ISIS 处决。这个人的工作是独立的记者，伊无属伫任何一个电视台。伊一直以来，伊拢自费去到世界各所在，伫遐采访各地苦难的故事。望讲伊会当挖掘即个痛苦的中间，将遮个人的故事向世界来发声，嘛望讲伊会当找到即个停止战争的方法。即个人真关心伫战争内面遮个儿童的困境。伊有讲，如果我会当找到解决遮问题的方式，我的工作才算是成功的。因为伊定定出入即个真危险的所在，所以伊会当讲甲死亡是擦身而过。但是伊拢无惊吓，因为伫1997年伊成做基督徒了后，伊已经带着圣经，无论去到倒位，伊拢挂圣经，随时看。拄着问题就祈祷，祈祷煞做决定了后，伊就相信讲天父上帝绝对袂离开我。所以每一天，伊嘛为着伊会当活地来感谢上帝。2014年10月，伊去到叙利亚，伊去到迄个所在，望会当救伊的朋友，因为伊的朋友互 ISIS 掠去做人质。所以伫伊出发进前，伊伫录一段影片，讲如果发生即个意外，我家己承担所有的责任。这非常的危险，但是请恁毋通对即个叙利亚的人留落无好的印象。伊去到叙利亚了后，嘛是互即个 ISIS 掠去。即 ISIS 甲日本政府要求即个赎金，并且将这2个人的影片发布伫即个网络。所以开始有人批评啊，你好好啊，你日本也是其他安全的所在，食头路就好啊。为什么去到遐尔危险的所在？安尼你是要怪谁咧？因为咱知影日本人足讨厌甲人制造麻烦，所以有83%的日本人认为伊爱家己负责。但是伫2月初1，伊互人处死的迄天，伫伊的网页顶面有一个读者留话伫伊的影片的下面，这个读者安尼讲。后藤先生，你去 ISIS 进前的影片有讲，我对家己的行为负责，请毋通因为我的死来怨恨即个叙利亚的百姓。对你的死的内面，咱毋若敢若看到即个仇恨甲悲伤。你是一个基督徒，我有一种感觉，你的行动是对上帝的呼召来的。直到上尾一刻，你用性命所传的信息是人类的疼，这是对伫弱者、对伫身处苦难的人、生活伫困境中间的妇女甲儿童
所有的人实用会得学。83%的日本人感觉这个人是实在是咎由自取，但是嘛有人因为伊的付出来感受到上帝的疼。兄弟姊妹，跟底耶稣的人，真正是会互人看做戆人。安稳的生活无要过，平安的所在无要去。为什么因会安尼做？因为主嘛是安尼做。伊用伊的使命甲使命来做示范。伊仰望所有跟底伊的人，嘛会当接受安尼的号召，进入其他人的苦难的内面，甲因徛做伙。毋是秘伫安稳的内面舒适就好。耶稣基督的义，互你有甚物款的启示呢？今仔日是2022年的第1个主日。老实讲，面对即个未来，咱充满未知，咱充满惊吓，咱嘛可能真无助。但是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会当充满信心甲勇气。信心毋是对家己的自信来的，是咱相信万权能的上帝就是我的阿爸爸。勇气嘛毋是对咱的内心所产生的，是知影即个上帝甲咱同行。盼望咱听上帝的话，搁去遵行。安尼的人就是一个会当得到上帝祝福的人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来到即个世间救赎阮。主，阮愿意跟缀你，也去阮每一个人的十字架。主，阮相信你呼召阮，毋是要过一个真爽快舒适的生活。你呼召阮进入即个世界，就是要互世界的人透过阮的所行所做来认捌主耶稣。恳求你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，互阮伫新的一年，阮会当有信心，会当有勇气。阮相信上帝甲阮同在，阮相信无论拄着甚物款的困境，你拢无放弃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